兄弟啊，论到时阵日期，毋免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家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亲像夜间的贼共款。人正讲平安稳当的时阵，灾祸忽然临到因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人共款，因全袂当逃脱。兄弟啊，恁却无伫黑暗内。叫迄日子临到恁像贼共款，恁拢是光明之子，拢是白日之子。咱毋是属黑夜的，也毋是属幽暗的，所以咱毋通困像别人共款，总爱警醒谨守。因为困了的人是伫夜间困，醉了的人是伫夜间醉。但咱既然属伫白日，就应当坚守，甲信、甲爱当作护心镜，也向甲得救的愿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上帝毋是预定咱受刑，乃是预定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伊替咱死，叫咱无论醒地、困地，拢甲伊同活。所以恁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恁素常所行的。兄弟啊，阮劝你敬重迄伫恁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伫主内面治理恁、劝解恁的，搁因为因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因，恁也爱彼此和睦。阮搁劝兄弟爱警戒无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，也爱向众人忍耐。恁爱谨慎，无论是谁，拢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相爱追求良善，爱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祈祷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向恁所定的旨意。毋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爱凡事查验，神秘的爱持守，各样的恶事爱警戒无做。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互恁全然成圣，各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蒙保守，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可指责。迄调恁的本是信实的，伊必成就这事。请兄弟为阮祈祷，甲众兄弟斟喙问安，勿爱圣洁。我指着主吩咐恁，爱甲这个信息，互众兄弟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甲恁同在。